哎，夏杰，现在就是等了吧？哎，对了，你把差姆的代言合约带到我公司吧，也算是我送他的礼物。好，那我先走了。拜拜。天气预报，今天下午11点会有大暴雨。OK。飞哥，飞哥，准备的怎么样？一切 OK。爱情的味道。你干嘛啊？可可，你可是从大老远连夜赶过来见于海，向了 Queen 新品代言的事儿，可是被拒绝了。你是多么的狼狈，多么的委屈，多么的需要安慰和怜惜呀！可可，夏决，记住，你是多么的需要的。一天，我现在在酒店，跟着可可来的。今天时机到了，你现在往你的房间走。可可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怎么湿成这样了？行，先别哭了，去我房间说啊。哎，服务员，麻烦帮我开房间门，谢谢。怎么回事？这门怎么打不开了？先生，真不好意思，可能门锁坏了。这样吧，你马上重新帮我安排一个房间。好的，您请稍等，我马上去安排。喂，总裁，2419的房间门锁坏了，麻烦帮我换一个房间。好的，收到。刚刚入住了一批旅游团，所以现在房间已经住满。不过刚刚有个退房的242房间，现在可以住。好的，那麻烦你安排一下。好的，你先让客人在房间门外等一下，马上安排人把房卡送过去。好的。先生，房间已经帮您安排好了，您这边请。好。两位，请稍等一下，马上就有人来开门了。一天，让服务员离开。好，这样吧，你去帮我倒杯水，我们在这儿等一会儿。好的。不好意思，二位久等了。两位不好意思，这间房间原本是为一对新婚夫妇准备的，所以特地装饰过。但是他们临时有事退了房，不知道二位是否介意就这样入住，还是需要我们进行一下打扫？可可，你浑身都湿透了，要不然今晚就在这儿将就一晚上，要不然还要出去找酒店。谢谢二位的配合，祝你们入住愉快。可可，你能告诉我，你为什么会来这儿吗？怎么还淋了雨？你感冒才刚好没多久，我真的很担心你。还不是昌姆新品代言人的问题。新品代言对于我来说，就像我的孩子一样，我总得给他找个父亲吧。可是最适合代言人的你又不答应我，我只能过来找于海了。可是他又签了别的合同，我很无助，也很害怕。
你浑身都湿透了，快洗个热水澡吧。这个下决想的还蛮周到的。可可，Trump的新品发布会，我会去的，以代言人的身份。一天，谢谢你。亲爱的，你就这么明目张胆的带我来这里，你是怕被别人认出来啊？这是我朋友的酒吧，我经常来，没事儿。这位小姐，这是那位先生请你喝的酒，帮我跟他说声谢谢。好的。不错嘛，这酒什么味儿？是甜的、咸的，还是辣的呀？谁说酒就这几种味道的？你尝的比我多，你应该比我懂吧？是纯的、辣的、性感的，还是疯狂的？好。麻烦让一下。约吗？来呀，玩骰子啊！你输了，来吧，喝酒。美女，要真喝起来吃亏的可不会是我啊！虽然说名花有主可以移花接木，但本少爷今天没空，不好意思。马上就是新品发布会了，不能和韩一天传绯闻。居然这么快就被拍到，不能传绯闻。川木刚刚换了新品代言人，如果这个时候和他传绯闻的话，对川木的销售肯定会产生极大的影响。我现在正处于事业的上升期，而且刚跟川木签约了代言。这个时候要是曝光这些负面新闻的话，对我的影响一定很大。
亲爱的，我去个洗手间。喂，夏雪，有个事情需要你帮忙。怎么了？想和可可分手？我怎么舍得跟他分手？我追他追了那么久，可是刚才那狗仔正好拍到我们在一起。你知道的，我现在不能传绯闻，而且我也不想让他受伤。总之这件事情就拜托你了。哎，对了，不要用老办法。我想想。喂，夏觉，我现在有一件很棘手的事情需要你处理。什么事？这一次我不管花多少钱聘用你们，你们都要帮我甩掉韩一天，不能让他主动甩我。他不适合做Charm的代言人吗？他当然适合了，他也签约了。不过我就是要甩掉他。他们俩竟然杠上了。杠上了，这事儿咋整啊？撇开恋爱心理学谁先认真谁就输了这一条，在爱情过招时，再加上我们这一针强烈的催化剂，如果他们成为情侣，那将是世界上最幸福的情侣；如果他们成为冤家，那将是世界上最残酷的战争。可是各位，可可呢就想甩掉韩一天，韩一天呢又想甩掉可可。如果让可可先甩掉韩一天，那么就是可可赢了；如果让韩一天先甩掉了可可呢，那就韩一天赢。在这种情况之下，如天，一句话，让他们俩玩命踩对方底线，谁先让对方崩溃，谁就赢了。听天由命。可可，她分手的理由有4位因为催婚，还有2位因为异地，1位因为前任。所以看来，这个可可最怕的是催婚。韩一天，她分手的理由有2种，一种是因为对方太漂亮，还有一种是因为对方太麻烦。作为一个完美的男人，如果对方太漂亮，我一定不会分手。美好的猎物总会有竞争对手，与其被对方 KO 掉，不如先 KO 掉对方。可可，我们认真分析了一下韩一天的资料，你看一下。这是什么？这是韩一天所有的信息跟资料。韩一天是一个极度缺乏安全感的人，我们调查过他，他特别喜欢女人管着自己，甚至对他刨根问底。所以，如果你让他在你身上找到满满的存在感，那他就会深深的爱上你。到时候，你再狠狠的甩了他。不过他已经这么红了，还缺乏存在感吗？大众眼里的独一无二和在意的人眼里的独一无二能一样吗？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，到时候在线联络就好。那好吧，就按你们说的办吧。一天，我们认真分析了一下可可的资料跟信息，找到了新方法。这个可可极度缺乏安全感。没错，其实不光是可可，所有的女人都很缺乏安全感，所以你要想尽办法让她觉得你非常想要得到她，让她有了满满的存在感，她就会死心塌地的爱上你，然后你再狠狠的甩了她。你带我来这里干嘛？可可，无论贫穷还是富有，健康或是疾病，我们都彼此相爱，不离不弃，直到死亡把我们分开。你愿意和我一起起誓吗？亲爱的，
念念一遍好不好？我愿意为了你向媒体公开，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在一起了。那时你在家里洗衣、做饭、带孩子，我继续负责赚钱养家。其实我也就只是工作和别人不太一样而已，别的都一样。那时候我们就可以过平平淡淡的日子。干嘛呀？密码。你干什么呀？手机密码。你不要闹了好不好？这什么意思？你就那么不相信我？你知道你对于我来说有多重要吗？你前一秒还在跟我求婚，口口声声说你爱我，这是什么啊？好了好了，你不用说了，我公司还有事儿，我们晚上见吧。行动！韩一天，你家里为什么会有女人的高跟鞋？亲爱的，这都为你准备的呀。我希望能和你朝夕相处。那这个呢？我的头发好像没有那么长吧？亲爱的，怎么掉头发呀？看来公司压力真的太大了，你要注意身体啊。你用的也不是 Charm 的品牌。我是希望你回家以后就不要再想工作的事情，我这都是为你好，你看不出来吗？这个你怎么解释？夏决，我要跟韩一天分手。我要可可分手。必须得分，他们俩这样多累啊！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你又怎么会在这里？哎呀，你们俩来的目的都一样。其实吧，我觉得你们俩挺般配的。啊，其实他们俩一点儿都不配。真的吗？你说你有血友症啊？血友症怎么了？就美观程度上来说，比鱼鳞病好多了吧？那你前2次去你家，哪次的状况才是真的？都不是。你呢？那2次生病，哪次是真的？第1次。那你没有淋雨？没有，那都是骗你的。很高兴认识你。很高兴代言Charm。将军。
还是擦肩而过，缘分太浅，没想过结局是暗恋，从一开始就已疏远。相遇相见，等你世间繁华看遍。